都想同大家講，無論以後我仲喺唔喺呢個行業或者點樣都好，我都好珍惜而家同你哋一齊嘅每一個 moment。我亦都好希望我喺呢一行嘅日子入邊，你哋可以時時刻刻都可以督促我、提點我，令我可以保持一個清醒、理性去看待我自己。所以如果有啲乜嘢呢一段時間演唱會，你哋覺得仲有啲咩可以改進嘅地方，都歡迎，絕對歡迎大家同我哋繼續講，我哋會繼續加油，我都會繼續開心地接受每一個人俾我嘅意見。我就諗到呢個嘢嘅，係咯，你哋咁好就唱得首好得太過分啦嚇！我講完。在那裏被困。